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姜濤21號現身啟德體藝館，參加仁愛堂嘅 Cantopop 321慈善演出，有好多歌手出席，好熱鬧。現場睇見佢狀態好好，成個人有型有款，大將之風出晒嚟。佢着住件好長嘅褸，真係唔係人人可以 carry 得到，一定要高大有身形先撐得起。姜濤着住佢，成個氣場出晒嚟，好多姜糖都話呢個造型真係好靚仔，好有型。佢今次嚟，除咗做慈善，仲係要用行動撐廣東歌。現場目測應該有成過2000個姜糖嚟撐場，真係一年比一年多。每次姜濤做善事，姜糖都出錢出力，又捐款又撐場，聲勢浩大到不得了。姜濤一上台，一片姜燈海，成個場好似變咗姜糖主場。呢邊唔該，我望喺呢邊啊。加望唔該。係咯，呢度係好。呢度。我望。阿姜，右邊呢度，係呢度。右邊呢度。唔係嘅，佢哋交換人啦，佢哋講邊個？跟住交換人先。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3月尾咯喎。姜濤今次係壓軸登場，有傳媒用咗圓滿壓軸4個字嚟形容，網民都話形容得好好。無可否認，姜濤嘅號召力真係驚人，主辦邀請佢嚟，成個 show 即刻生色不少。有姜糖話多謝主辦獨具慧眼，等姜濤可以有機會同其他歌手合唱交流，獲益良多。總之有姜濤出席嘅地方，絕無冷場。佢喺台上講咗一段幾感性嘅嘢，話自己入行之前其實對廣東歌了解唔算深，但做咗歌手之後就覺得責任好大。佢話身為呢個年代嘅歌手，一定要將廣東歌傳承落去，唔可以辜負前輩留低嘅嘢。仲叫台下觀眾要多啲同身邊嘅後生仔女講廣東歌，等佢哋聽多啲本地原創作品。呢份對樂壇嘅承擔，感覺好窩心。佢呢番話唔係齋講，而係真係有行動，由佢自己開始，將廣東歌帶去倫敦，帶去世界，再返到香港叫大家一齊撐。呢個姜濤真係冇得頂。心中永遠糊塗是你的一顆心，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。這一生，你的心裏無愛狂。佢講到呢度，又發揮平時嗰種幽默，笑笑口同觀眾講：我哋一啲都唔後生啦。仲引用咗隊友 Tiger 之前講過嘅金句，話過多幾年 Mirror 個個都30歲。意思係既然自己都唔再係小朋友，就更加要做好榜樣。用呢種方式講心底話，又真係幾得意。現場姜糖聽完，一邊大叫支持，一邊又覺得佢真係成熟咗好多。全晚其中精彩嘅時刻，一定係佢唱陳百強前輩嘅等。原來佢同姜媽都係陳百強嘅忠實粉絲，呢首歌係佢自己好鍾意嘅。佢用自己嘅方式重新演繹，聽得出佢唱功進步咗，亦都感受到佢對前輩嘅尊重。佢把聲溫柔得嚟有感情。唱完之後，全場掌聲歡呼聲震天。有姜糖話好感動，眼濕濕。首歌佢3年前唱過一次，今次再聽，覺得佢多咗一份沉澱，多咗一份力量，唱得更入心。但驚喜未完，佢仲同陳柏宇 Jason 合唱《夕陽無限好》。呢個組合好新鮮，姜濤嘅細膩聲線配埋 Jason 嘅紮實唱功，將呢首講時間流逝嘅歌唱到好有畫面。姜濤之前都話過好欣賞 Jason， 今次兩個喺台上互相輝映，呢種跨代嘅音樂交流好精彩。
睇見佢哋惺惺相惜，兩個唔同年代嘅歌手，仲要係第一次合作，好有火花，真係令人好期待佢哋將來有機會再合作。總結今次演出，姜濤又用作品同感言證明咗佢對廣東歌嘅熱誠。由翻唱前輩經典，到叫大家支持本地音樂，每一個細節都睇見佢嘅心意。佢返港後行程緊密，就快又要飛多倫多同美國繼續巡演，真係大忙人嚟㗎。那宇宙拒絕永久，世事無常，還是未看夠，還未看透。講起多倫多站個場地，嗰間音樂廳係1894年開幕，到而家超過130年歷史。以前好多傳奇歌手，好似爵士巨星、披頭四樂隊，都試過喺呢個台演出。姜濤第一次去呢個場地開 show， 唔知佢會唔會好緊張呢？姜濤每一站巡唱都有驚喜，嚟緊多倫多站佢就劇透咗，話會唱一首2個字嘅情歌。呢個提示一出，姜糖即刻瘋狂玩猜謎。最多人估係咪會翻唱尋晚拍檔 Jason 嘅車匙，定係會揀唱首經典歌遇見或者係秘密？亦有人估最大機會係唱王力宏或者周杰倫嘅歌，因為姜濤之前都翻唱過佢哋嘅作品，明顯好鍾意呢兩位前輩。如果真係唱佢哋嘅歌，難度真係好高。今次多倫多站嘅場地係一間有100幾年歷史嘅音樂殿堂，音響設備出名頂級，向來係實力派歌手先敢挑戰嘅場地。如果姜濤真係揀唱高難度嘅歌，擺明就係要挑戰自己。究竟佢會唱邊首？你估唔估到呢？大家密切期待，29號就揭曉。想問大家，今次演出你最鍾意佢同 Jason 合唱嗰幕，定係佢嗰句30歲宣言？歡迎留言分享，多謝收聽收睇，拜拜。好清楚。好，兩位一齊呢度。好，經理呢度。我望呢度。我呢度㗎。就喺呢邊。右邊先，右邊先。中間度。係咪右下唔該？開多次中間。好，左手邊。左手邊。有冇揮手？收收。咁我冇揮手，要收收。好，右邊，右邊。你要個心嘅。最右，最右。合係心啊。最右。同你合咯。跟住最右。好，再望嚟呢邊，呢邊係，呢度，呢邊。呢度中間唔該兩位呢度。跟。呢度。好，最右唔該。我哋呢度。